今日嚟到羅湖新人城水會，呢個場唔使多介紹啦，好多師兄估計都知道。聽講今日搞足球活動，所以我過嚟八卦一下，湊下熱鬧咯。上到樓梯，成排國旗擺到花哩碌，搞到聯合國咁。中意睇波、追開世界盃嘅師兄，應該都會 like 呢個儀式感氣氛。前台旁邊嘅空位，專門改造成世界盃專屬拍攝區，鋪埋草地，裝埋主題背景板，佈置得有模有樣。再行前兩步，將桌球台變咗做大型化妝台，成班靚女着住波衫坐喺度精心化妝整理造型。化完妝就陸續開拍。前面呢個靚女着住西班牙球衫，搭配條黑裙，造型清爽又養眼。不過講句老實話啦，人靚嘅話乜都係百搭，着咩波衫咩款式都會好睇。咁除咗拍攝基礎嘅造型，有啲靚女仲會識得跳舞。前面呢個跳起嚟有板有眼，節奏感十足，睇得出係專門練過跳舞。唔知道功耗幾多呢？等陣間問一問佢嘅身體，跟住音樂摁下摁下，我睇到都可以感受到佢嘅青春活力，真係想上個鐘試一試。右走，右，你來喊口，你來喊左右，我來喊左右，對，一邊拍這樣。要不要播個音樂過來？播着音樂可能有節奏一點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肯定是要音樂啊。3、2、1啊，開始啊！右走，給點默契啊！他跟不上是他們。我太快了，好快，不是我快，這個音樂，這個音樂就是這樣卡點的，不是我快。把球放地上，一腳踩住，哎哇！一腳哎踩住啊！現場大部分都係常規嘅運動款球衫，前面呢個雖然都係波衫，不過就唔算運動類型，質地係絲綢面料，反光感好強，個波衫摸上去肯定滑捋捋。然後唔知唔覺越嚟越多靚女化好妝，但係尷尬嘅係呢度場地細，機位少，所以只可以一個個排隊輪流拍攝咯。3、2、1，好，舉一下，甩下來把球，遞給我，雙手，好，有點害羞，好，邁個門。好，然後這個裙子壓一下這個打底。還是多一點。好，現在你當我這是面鏡子，哎，對着鏡子來自拍的表情。好，對，然後把球伸直，往下放。我現場觀察咗一陣，攝影師拍攝嘅時候，同一個動作通常都要 NG 好幾次先至滿意，所以話。做攝影，除咗識得用相機、識調燈位，最緊要係識得點樣去溝通，慢慢引導、擺動作、帶動情緒，先至可以拍出好片。個人專輯拍完之後，就開始組隊拍集體合照。最吸引嘅係前面嘅5個靚女，整整齊齊着住巴西隊球衫，仲特意擺個5星造型。我順便同唔睇波嘅師兄科普一下，世界盃有個規矩，波衫上面嘅一個星就代表一次世界盃嘅冠軍，巴西隊5粒星就代表佢哋5次攞咗世界盃第1名，係目前最高紀錄。着住呢件衫企出嚟都威過人。妹妹功耗多少呀？哎呀，我这样吗？之前的星好像没見過是吧？剛來沒多久吧？對啊。做什麼項目？按手按頭剪。對啊。挺好的。在找你。夠18歲沒有？夠了，剛滿18。是不是？攝影區嘅單人組隊專輯
拍完之後，全體成員就到前台樓梯拍大合照，所以我都落去樓梯揾翻個靚位拍片。前台位置拍完之後，就準備到大堂繼續拍。話時話，唔係我誇大鳩噏，新能城呢度無論係數量定係素質，應該都算係羅湖數一數二。怪唔得咁多師兄中意嚟呢度玩。見到成排靚女排排坐，真係應咗嗰句歌詞，讓那飄下飄下的群挑惹起戰爭。賜予世界更豐富愛恨，一排排靚女整整齊齊坐喺大堂，畫面超級熱鬧。我就問下各位師兄，睇到呢個場面有冇一啲心動嘅感覺呢？老實講，呢啲波衫款式唔算話特別驚艷，靚唔靚呢個各位師兄見仁見智啦。比起平時嘅工裝，算係各有特色咯。但係勝在氛圍夠晒熱鬧。世界盃主題活動主打嘅就係要熱鬧、要盡興、要氣氛，咁就夠晒啦。來，準備，3、2、1。One, two, three, go！ 嘿，你是我的寶貝，像你的滋味，隱隱作祟。寶貝，寶貝，我們感應。看一下鏡頭。整體嚟講，新能城呢次足球活動雖然場地有限，不過場景佈置得用心，主題氛圍拉滿，超多靚女出鏡拍片，波衫陣容鼎盛，現場熱鬧又有睇頭。想趁住世界盃期間感受熱鬧氣氛嘅師兄，可以過嚟體驗試試。咁今期影片就到呢度，下一期再見。